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1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高雄94岁负责人透早5点外出门，去互一台轿车弄死，驾驶弄到人，煞是把车拼咧做伊走。交通部要规定外送平台收费标准，会当加收外送员等待爬楼梯的费用，暗时过年时嘛会加收钱。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届双十演说，讲咱和中国互相无属于对方，甲台湾甲中国主权切互离离。若中国怀爸爸昨是搁派20只军机、10只军舰来台湾扰乱，昨暝甚至是下火箭飞过咱台湾的 ADIZ。总统赖清德任内第一届双十文告已经有效用，中国各台办表达强烈不满。发言人陈炳华发出3页的声明，批评内底讲到鼓舞互相无隶属的新两国论，编造台独标论，煽动两岸敌意对抗，并且伫初十几天派出20只厝的中国军机、10只厝的中国军舰来侵扰台湾，还有发射运载火箭经过咱的防空识别区。高度位于大气层外，对于台湾地区没有危害。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系统，严密掌握相关动态。世切警戒于应处。美国国务院是回应讲，北京当局无理由甲台湾例行的双十庆祝活动当作是军事演习的借口，提醒中方爱保持克制。原来咱驻美代表卢大雷最近接受美国杂志《外交家》专访的时指出，为着疏解美国对台湾军售引前，台美已经开始就共同生产、加研发武器展开对话。目前讨论的方向是伫台湾生产或者是组装对美国采买的军备，互台湾正做是军事供应链的一部分。同时间，美国主导成立的新区域联盟印太产业论述会盘，伫夏威夷召开头一届的会议，咱国防部军备副部长齐恩普也出现伫参加会议成员的相片当中。不断地加强对华合作，努力构建切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的。稳定的中日关系。也若新上任的日本首相小破无出席当协峰会，展开头一届的外交。根据中国发布的内容。小破无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谈的时表示，在台湾问题顶面，日本是坚持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立场，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这届双十拢总有140外位外国贵宾来参加典礼。另外，赖总统嘛有款待日本国会友台团体一块捆，希望日本首相就破无就任了后，咱的关系会当更较定道。甲土阿鲁国总理戴惠理翁某阿丘蒂希总统赖清德甲夫人伫双十国庆接受友邦圣文森、格瑞纳丁、圣卢西亚保留丁140个外宾庆贺。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莱斯克甲赖总统挨萨斯，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郭立平也到场展现台美情谊。日本前参议长山东昭子率领日本国会跨党派犹太团体一花庆，有5个人来台湾，其中参议员龙坡宏文，阁是台湾竞赛承诺低调深化一代关系。赖总统也对请日本访问团食中昼等致辞时强调，但是无论面临喜事或者是天灾地变拢做伙，希望伫日本首相就破无的领导之下，代志情谊搁较安。请代表台湾，代替台湾，跟岸田文雄首相跟他的团队表示感谢，感谢在他任内对台湾强而有力的支持，代为祝福石破茂首相，祝福日本在石破茂首相的领导之下，国运昌隆，百业兴隆，人民幸福。これからも必ず台湾との友情を一層深め、そして共にインド太平洋地域全体の平和と繁栄のために尽力していきたい、そのような思いを新たにした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针对罗总统国庆讲会，山东教主表示，罗总统为国家想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日本参议员和田正宗是肯定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认为美日台三方已经到爱思考丰富合作阶段，应对中国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让明年度中央政府的总预算会当顺利审查，行政院长杜英泰、立法院长韩国瑜，还有朝野党团今仔日做伙接到超和解。上新的消息，民众党伫会后表示，无听到具体方案，和解无成功。国民党团嘛对这场接饭会表达遗憾。为了化解总预算，大家无共意见。行政院甲立法院朝野党团11会食和解饭。总统府官员讲，未甲爱启动院制调解。不过，罗总统伫相熟的谈话已经提出诚意甲善意。然后，行政院长杜英泰期待的是一场轻松，不过有远景的聚会。我们会很严肃的去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要去解决的，甚至国人期待我们要去解决的，在国会里面的任何的现在还没有办法进展的事项。朝野要食和解饭。不过，国民党团顶日大声提出3项诉求，包括行政院应该爱甲金发的补偿变互有够额，公牛收购提悬5块，也有健保的点值提升，拢爱有善意的回应。若无总预算的审查，罢免会阁延后。吃饭嘛，哈，就不需要剑拔弩张啊，然后影响胃口啊，对身体也不好。但是呢，我们该讲的话，该坚持的原则，我们一定会非常坚定而且明确的转达给行政院。不要还没上桌就再次的把所有的前提绑死。我们真的相信两院院长的高度跟调和顶耐的能力，都可以让很多难解的问题来破冰。真正关切的问题是赖清德政府，我们的卓荣泰内阁，到底有没有把依法行政这4个字放在心里面？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我们的行政院是自己不高兴就可以决定不遵守吗？和解饭未种未食，那日白就开始咧比关系。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认为讲，朝野平常时都应该尽量来沟通，嘛希望今仔日会当化解朝野目前伫咧立法院的争议，建立未来沟通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高雄一个92岁妇人人，今仔透早5点多要过车路的时，这车顶拄好变红灯，致使这个妇人人去互轿车撞到，当场死亡。虽然是这个妇人人无遵守过青红灯，不过轿车驾驶弄到人，煞是把车偏咧做伊走。在一颗透早5点外，天也未光，92岁是大人行伫行船线要过马路，形向位正边出现一台车，甲伊弄飞。妇人当场死亡，肇事驾驶煞甲车弹咧人走去。开窗仔门看，伊迄个时阵伊有跟迄个专门派出所有4个人来，造成5女不幸死亡。肇事自小客车驾驶，肇事后汽车逃逸。警方表示，妇人当要起步行，车红灯就转做红灯，伊也是过去。初步分析，事故原因是行人无照标示指示，肇事驾驶无注意车前状况，已经掌握到肇事者的身份，等咧抓人。走进里面安全的地方啊，你不要走到马路旁边中间也是，有的碰到你他就跑走了。5、6点运动应该穿比较明显的啦，做者有的老人困袂起对不对？他就会比较早出门。真侪是大人困了这，有时天也未光就外出来活动，建议会当穿较轻的衫裤，提悬着辨识度。高雄区监理所嘛提醒是大人过马路照红灯的指示，车顶的秒数若有够，才会当通过。经过路口嘛爱注意检视，还有爱注意掌握车辆等等的安全指引，来确保着家己的安全。记者王丽婷、赵宽国报道。继续关心意外消息，昨日婚店是发生2件公安意外，一个是资源回收场的员工，因为机器卡条要处理，煞无细致跌落去压缩机内底，当场死亡。另外一个是控股里工厂员工，同款是机器卡条要处理，煞去互沙石砍掉，加在落尾人有救出来，拢平安。因为这2案拢违反治安法，治安署已经下令停工，罚30万。
警方由封锁线即间伫云林到6市仑南道的资源回收场发生严重的公安意外。早透早9点外，46岁姓黄的女员工伫操作塑胶杆回收压缩包起来作业时，技术发现老仔型的疏散带进料口卡条咧，伫排除障碍时无细力摔落，当场死亡。是怎么发生的？就怪怪的声，翻身看到讲看机器已经挤出来，我就讲我都规个拢软落去啦。内脏都外出，对啊，然后后来请那个老板把那个机器打开，然后让把保险的推出来之后，发现那个一位女性民众她已经面临死亡。死者家属赶来真歹接受，业者表示，姓黄的女员工拨入了后，听到怪声，随关机，不过已经未付啊。云林县府表示，相关的停工甲裁罚，拢交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来判断，高清处会协助后续这载的伪造。是调查的结果由治安署中区治安中心这边去负责停工及裁罚的处分。那我们县府也会做后续的有关职灾的一个慰助的一个事宜。同款也伫斗六万年路一间南马控场也发生公安意外，相实这透早8点外，也因为疏散带卡了，43岁姓苏的外籍移工，KMB 卡开了后，疏散带又搁开始运作，咱就来刷图，该带入去10外公尺深的坑，敢若一粒头伫外口。相对派7车15个人去抢救，开局要2点钟才把人救出来，加在伊身躯把安全锁啊，意识清楚，上医了后无代志。可能是潮湿啊，或什么样卡住。它的一个外劳一个印尼的外劳，他就绑个带子，绑安全带，下去拿圆锹去敲。你在下面一敲的话，那上面就崩了嘛。职业安全卫生网处罚30万，并停工。治安署调查讲，2个公安意外拢因为疏散带卡了所致死的，无按照规定先停机才去处置，作业明显违反治安法，当场是下令停工，并且分别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安南区一个60多岁妇人人伫厝里昏去，送去病院检查是日本脑炎，这是台南今年的第4例。因为这日本脑炎和天狗节同款，拢是透过网络来探病，而且在一礼拜内已经出现2例日本脑炎啊。卫生局是呼吁民众要注意环境的清洁。卫生局防治人员伫较真正的出门口挂网仔顶，嘛去附近的池仔检查水底敢是搁有洗水池。日本脑炎高峰期已经过，但是最近1礼拜刷了2例，统计今年已经有4例。卫生局除了派人去安南区挂网仔顶防治以外，嘛发宣传单，提醒民众爱做好灭网的工作。我是感觉只狗甲接出来喷落杀到死甲要紧啦。点网仔顶啦，买一桶啊网仔顶啊。有啦。这个确诊日本脑炎的是一个60几岁妇人人，9月2日先出现腹肚无爽快、发烧的症头，过2天意识就开始无清楚，走路可以跋倒。10月初1叫厝内底人发现伫便所人昏去紧送病院，查到确诊日本脑炎，带做伙亲人目前是也无出现任何症头。个案活动地附近有饲养禽类，邻近有公园及池塘等高风险环境。那卫生局所及区公所立即启动附近高风险场所的调查评估，并悬挂诱蚊灯，同时落实环境的灭蚊及诱捕病媒蚊等相关防治措施。日本脑炎的探病网主要是3班加网、环门加网、甲天狗节无同，多数拢活伫咧田里、池仔、沟仔一寡所在。然后饲猪的有带着病毒，这探病力就会愈强。若要莫去治着日本脑炎，上有效就是紧去做预防针。那活动的场所附近有饲猪的，也是其他较会洗网的所在，经过医师的评估，嘛当住回来住。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主计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加 1.87%， 这可能是因为做风台产量较少，这水果、果子的物价起上济，起15%。真侪民众讲实在是伤贵啊，买袂落。民众一透早来到市场买物件，但是经过水果摊买进前拢爱再三斟酌，因为实在是伤过贵咯。一个芭乐等于一个便当，少吃一点啊，或者是找比较又更大众一点的代替这样子啊。台中市主计处公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是108.53，比去年同期上升1.87%。分析内容发现，食物类起3.2%以上多。
其中又以水果的15.03%起上雄。水果摊商是表示，百香果、莲雾、香瓜啊、柿啊、芭乐、目前的价钱拢是伫咧高点，每大斤大约130至160块，拢比一般的均价加了20块左右。这个量少，因为台风的关系啊，这个是刚在出，量也很少啊。其余的莲雾也是量很少，它季节比较不对，它是新义乡的，因为是台风的关系吧，嘿，如果进口的就没有差。有说到我们7月份不是有凯米台风来袭嘛，哈，那多多少少会影响那种我们水果的一个增长这样子。9月份的话，哈，相对去年来讲的话，就会落差会比较大一点，大概15.03%这样子。主计处表示，水果量较少，价少就起。山区受到7月凯米风台影响是主因，其他基础类、10项类、教养5、6类，也有衣着类指数也拢起。消费者钱包底咧缩hạn，希望会当度过高物价带来的生活冲击。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天气，这几天有变较凉冷，早暗出门拢爱加套衫，尤其是北部甲宜兰，温度上低无到20度。另外，因为热带气旋和东北季风产生强迫效应，这宜兰伫10月底到11月初是雨水期，雨会落袂离。天气渐渐变冷，开始有民众探放假去打溪、浸脚、浸温泉。不过气象署提醒，过来要去宜兰佚佗的民众，就要注意啊！受到强迫效应的影响，宜兰地区伫10月下旬到11月顶旬会开始出现长时间而且落袂停的雨。东北季风下来的时候呢，就比较有可能在这个东半部迎风面造成比较大一点的降雨，这个是比较偏向是10月、11月这段季节的特征，其实就是宜兰的雨季啦。那强迫效应造成宜兰地区高落大雨，气象署表示，今年后半年反性阴现象愈来愈明显，台湾水汽增加，造成台湾天气温暖佮湿湿，未来有可能会进入落雨的季节。那假使东北季风这样子下来的话呢，那在这个地方降雨可能也会比较活跃一些，但是就是也是一样。是怎么样的降雨，什么样的形式下在哪里，都是一个重点。另外，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宜兰地区这几天半暝拢出现20度以下的低温。气象署提醒民众，天气渐渐变冷，出门爱记得早挂套，预防去感冒。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旧好明尼顿扫去美国佛州，上无14个人死亡，320万户失电。这粒飓风扫过佛州的中部，唔那上大雨，佮出现强烈风。佛州已经发布上百届的强烈风警报，连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球场厝挂，这几片拢去互风拔去。伫飓风吹过了，真侪车拢吹甲变过，路边的树仔也拢倒去，邻居的厝受损真严重。飓风米尔顿吹到暗，以3级的强度伫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方登陆。虽然比原本的5级的强度减弱到3级，不过依然是大风大雨，抑个加连光风。CNN 讲这是青年者拄到一遍的强降雨，造成真侪死伤。I never experienced nothing like this in my life. It felt like I was in a movie. I'm very devastated from looking at how my place looked right now. It was very life-threatening. I feel like I was about to die. 米尔顿登陆了，通过佛罗里达州中部地区，抑个引发几多件地面的连光风。佛罗里达州发上百件连光风的警报，爆破单日的记录。美国职棒大联盟光芒队主场的纯平卡纳球场的出顶挂规避显开飞走，坦帕市一个大型的起重机，和大风吹甲厝歪去弄到一栋大楼。佛罗里达州西部2礼拜前才经历过海伦飓风的侵袭，这么个拄到米尔顿。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正伫咧休会国会重新开会，来解决救灾资金需求的问题。I think Congress should move as rapidly as they can, particularly on the most immediate need, which is small business. To anyone who seeks to take advantage of our fellow Americans' desperation, whether you're a company engaging in price gouging or a citizen trying to scam your neighbors, we will go after you and we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因为伫欧洲也无平静，飓风可侵袭西欧，和法国、西班牙甲葡萄牙带来大风大雨。法兰西岛一个外海的阿尔卑斯地区，原子围拢创新纪录，做大水，真侪厝甲路拢淹水。法国巴黎甚至发红色淹水警戒。
另外，伫拜三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警告讲，就算是全球暖化底占超过摄氏1.5度，也有可能造成无法度回转的效果，包括海平面上升、甲生物多样性大规模的损失。在过去50年之间，唯一会当避免造成严重效果的方法，就是全世界公布采取行动，阻止地球的温度继续上升。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是韩国的查某作家韩江，是韩国第一人。其实韩江伫咧2016年捌以《素食者》这本册摕到国际文学奖，名声就真头啊！这届摕到诺贝尔奖，伊的作品应该会更较抢市。The Vegetarian by Han Kang。南韩1970年出世的女作家韩江，2016年以《素食者》这本册摕到文学界的国际报客奖，拍开伊伫国际文坛的知名度。迄当阵伊讲，伊写小说都是为着要解决问题。Writing novels is a way of questioning for me, and I just try to complete my question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my writing. 韩江是亚洲摕到国际报客奖的头一个人，嘛是文艺创作系教授。《素食者》这本册摕到大奖了后，台湾的出版社开始引进伊的作品。除了这本册，还佫有结合伊的自传，真有事业性质的作品，被等等。这个摕到诺贝尔文学奖，嘛带动作品的销路。16年那时候刚引进的时候，其实通路也都蛮注目的，各大书店也都会给他一些很明显的，可能像推荐位。昨天晚上开始，各大通路包括采购非常积极的跟我们联系，出书啊、文宣啊，还有网络书店可能会做一些比较明显的曝光。历年的得奖者在台湾基本上也都有作品能够呈现，那我们鼓励透过诺贝尔文学奖能够唤起大家对于文学作品的喜爱，也希望读者走进书店，走进书里面。因为韩江伫日本等等亚洲国家的文坛有一定的知名度，这届得奖嘛伫亚洲国家引起讨论。台湾的出版社认为讲，韩江的作品文字甲故事的铺排有跨度嘛真有路，会方唔甘随看了，会想要一字一句慢慢啊读，嘛认为伫诺贝尔奖的加持之下，一定会带动一波韩江文学的风潮，让咱国民众读到国际文学的水。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朝鲜半岛的局势，北韩宣布切断甲南韩相通所有的铁路甲公路，而且阁要伫边界加强军事设施。北韩讲，因会安尼做是要反制南韩甲美国的联合军事演练。北韩官媒朝中社网站刊出军方这个强硬声明，表示初九开始完全切断甲南韩相接铁公路，各地边境加强防御工事。各指控南韩伫边界地区真侪地点同一时间举行侵略战争演习，日头一直升级，加上一批美国核战略资产随时出现事态严重，决定采取更加强硬反制措施来维护国家安全。事实上，南韩伫今年7月就发现，北韩已经连续几个月伫高度军事化边境沿线设地雷甲路障。在地主的是，北韩进行伫7月到7月举行最高人民会议，接到任命劳工体做国防部长。会议当中透过授权改变人民的工作甲投票年会，也通过新的工业甲经济法律。不过相关报道无讲到是毋是删除宪法中有关两韩统一的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伫今年1月召开的最高人民会议当中，捌提出修宪主张，将南韩列为第一敌对国，高三度和平统一这字句，引起国际高度的关注。北韩罕期切断通向南韩铁公路，强化边防要塞，会进一步牵关朝鲜半岛的紧张态势。不过为避免意外发生，北韩发布新闻时阵拍用电话通知美国军方。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中东的部分，以色列是搁再攻击北平黎巴嫩的首都。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以色列目标同款是真主党的干部。这届轰炸造成22个人死亡，117个人重伤。那以色列嘛继续攻击南部的战区加沙走廊，上新的攻击已经超过50个人死亡。救护车甲消防车的声音，再加上围观民众的吵闹声。和贝鲁特市中心遭受以军空袭的现场更加混乱。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的消息讲，伫最近遭受空袭死亡的真主党领袖纳斯拉勒，伊的表兄弟也是真主党国家安全官员的沙法，是这边空袭的主要目标。
以色列的社群网站有消息讲，萨法已经伫咧空袭中死亡，不过真主党甲伊军拢无出面证实或者是否认。伫经过2天了的空袭，外电讲至少造成22人死亡，117人受伤。同时有真侪难民的难民营也已经发生传染病大流行。عم نشوف كثير امراض جلديه وامراض تنفسيه عم يجي لعنا كثير حالات وعم ينتشر هيدا الشيء لانه في كثير هلا عالم ساكنين حد بعض لانه نحن هلا بمجمع سكاني فكرمال هيك في كثير ناس حد بعضها فكرمال هيك عم ينتشر هيدا الشيء كثير بسرعه。除了空袭贝鲁特，伊军也攻击伫北部边境附近黎巴嫩南部地区。随着伊军就展示伫空袭真主党据点了所抢到的真侪武器弹药。All of these weapons here were stored and piled in the house, ready for the big raid. The raid plan called Conquer the Galilee. They plan to do a massacre in a larger scale than the 7th of October on northern Israel. 也那伫以色列南边的加沙，伊军继续攻击加沙北部加中部。哈马斯所属的加沙卫星部讲，自初六礼拜到初八拜日，伊军的攻击造成至少54人死亡。和战争开始1年外来累积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2000人。联合国指控伊军挑工攻击加沙边线，有系统的摧毁当地医疗体系，严重违反国际法。以色列伫第一时间并无做评论。不过长久以来，伊军就指控联合国太过偏心，挑工无重视哈马斯用便宜安抚恐怖分子的事实。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辑。镜头转来到国内，罗总统伫双十演说，讲会继续推动第二届的能源转型，包括风电、光电，佮有地热来确保供电稳定。经济部长郭志辉表示，地热的部分会于10个地点内底经试会出来，上近月底开始探勘。持续推动第2次能源转型，确保电力稳定供应。总统赖清德伫双十演说当中强调，会推动第2届能源转型的政策。只是国内即马除了风电甲光电以外，其他能源就是地下烧气、海洋能甲氢能。经济部长郭志辉11日法院受访，伊讲到国内地下烧气探勘的进度，4000公尺的这个地热探勘这个在月底之前就会开始。那么这个如果成功以后就可以快速的来复制到其他的这个地点。经济部表示，今年会伫宜兰挖国内头一口新站的地下烧气。不过，有学者指出，台湾的火山型地下烧气无济，敢若伫大屯山等所在才有。想要发展地下烧气，挑战是袂少。火山型的地热，它的这个含硫量很高，那所以呢，容易腐蚀这个管线，而且堵塞这个管线，所以它的开发成本是蛮高的哈。能源转型的政策当中，佮包含小水力等绿能。目前经济部会利用水等下流动推动发电机，不过佮咧规划。有学者提醒讲，小水力佮来开发是强要进步，要考虑到大水期的问题。也那海洋能虽然花莲外海有污浊，不过发电海流敢会造成海洋生物的伤害，这嘛要考虑。伫氢能的部分要掠碳。甲风圳的问题要解决。你要滤清的话，就只能电解水产氢。那电解水产氢，我们台湾其实目前并没有企业或者任何产业在做大规模电解水产氢这件事情，所以我才说它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学者认为讲，台湾要发展氢能等绿能，按算阁要开10年的时间。郭志辉表示，稳定用电的电厂计划需要地方政府甲个人的支持。那阵立法院的2000亿的补助无法度过，台电会较辛苦，希望得到立委的支持，避免影响到物价。记者综合报道。全发原基物质，也就是 PFAS， 伊是一种化学污染物，因为唔惊水、唔惊油，常常用伫咧纺织品、食品包装、佮化妆品等等。不过 PFAS 有致癌的风险，若走入去咱啉的水内底，可能会危害健康。所以环境部打算要修法，甲 PFAS 列入去管制，预估自2017年7月开始施行。PFAS 全氟烷基物质已经离国际公约禁限用，因为有抗污染、防破水、耐烧、耐磨的优点，所以应用伫鼎、消防泡、佮有半导体等等。不过有致癌的风险会出现伫饮用水佮有涂粉啊。环境部决定加强管理，针对饮用水水质标准进行修法，甲 PFAS 强制纳管。
规划是112年7月1号实施。日本的几个邻近国情相同的国家或者是竞争国，其实他们的标准呢，我们也算是相对严格可以说是最严格，而且他们也还没法制化。会在环境部举行修法研商会议，这届是拍算要定出饮用水的浓度限制，其中全氟辛酸锭上大的限制是10公升0.00005 mg。而正式实施进前，自来水、事业等相关单位嘛要定期来检测，超标嘛要提出管理的计划。专家是肯定修法的方向，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我们饮用水这边定了的话，源头这个反而是我们会比较在意的啦。地下水的管制标准也应该要赶快订定哈，尤其我们看到科学园区的地下水，这个 PFAS 都很高。专家指出 ，PFAS 主要是为军事基地、工厂产品等所在来，希望说下来当针对源头来管理。环境部回应，目前国内无生产，但有使用，针对工厂有相关的放漏水的标准。国内为105年已经检测全国供水量90%供水系统的饮用水水质，大部分是比10公升、10耐克更较细，但有2.8%是超过草案的管制值。记者林俊平做台北报道。气象署发布直播，为昨暝11点开始有主播，而且会维持54点钟久。上大规模会达到强烈主播等级。加在咱台湾纬度较低，未直接影响到送电的系统，总是讲卫测定位可能会变较无准。太阳的表面强烈爆发，和面积真大，而且磁场的结构真复杂的乌子群，爆发出 X1.8 级的闪火，同时更有明显的日变物质弹射。10月7号发生的时阵，对准地球的方向，气象署太空天气特报弹射出来带电粒子，暗算伫10月7日的暗时到11左右到地球。伊个电磁扰动会明显增强，而且持续影响差不多54点钟，相当规模可能抵占到强烈主播的等级。强烈等级的地磁风暴，对于高纬度地区而言呢，他们的输电网络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还有就是通讯方面也有可能会受到很明显的干扰。不过对于我们台湾而言呢，这些太阳来的带电粒子，它其实并不会直接轰击到我们台湾的上空。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可能会因为受到一些无线电通讯的干扰的缘故，使得呢我们的定位会短暂变得比较不准。台北市天文馆讲，伫高纬度的地区有可能超载，也是跳电。卫星通讯受到干扰，极光出现的纬度嘛降低。台湾因为纬度较低，卫星通讯和电力是无受到直接的影响。会当看的是，最近几年上港的卫星，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拄好弄过太阳和地球看过去的方向。彗星穿越太阳前方的身影，那也同时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带电粒子杂讯朝向地球的方向轰击而来，使得画面看起来雪花点点，非常的多的这些杂讯，就是呢卫星受到太阳喷出的物质造成的明显影响。台北市天文馆讲，旧金山阿迪达斯卫星10月7到11经过太阳的头前了后，会一步一步离太阳愈远。12开始，同款有0.7到1.7左右的光度，会当伫日头落山了后西边的低空，看到这粒卫星伫天顶闪闪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交通部预告未来会规定外送平台收费的标准，爱定好清楚。订单就要按照基本的运价甲运送的距离来算钱，嘛会当加收外送员等待费用、爬楼梯的费用。暗时啊、过年时啊，嘛会加收钱。若新制咧，预估11月底会正式施行。外送人员能过大家小项，甲食米送予消费者。中国外送产业工会长期反映，外送平台的运费公式无公开，对外送员来讲，薪水无保障。最近交通部预告会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明定运费计算公式。那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11月底完成法规的修正实施之后，是让整个运价的订定有一个规定的程序可以来这个进行。后续各县市相关这个的费率的话，都还需要作业时间啦，也必须要有县市他们相关的公共会来这个发动。也乐见政府愿意出手管理吧。那政府看是不是有个机制，说去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是一个合理价格。交通部表示，外送运费会参考客停车的方法，会使定基本运价、每公里距离费用、等待费用、按时计收费用等等。详细由各地方相关的工会提报草案，和公路总局会同县市政府按照各地状况审查。
外送工会对此表达肯定，但是也有民众烦恼外送敢会起价。外送工会表示，未来需要更加侪法规、更加有路来规定每一种费用甲收费的标准。想要叫外送的那个就比较低，10块20块，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平台遵守了这样子的草案，他提升了司机的薪资，但他转头他又想要把他的成本排出去给其他人，他同时增加了店家的抽成。那店家抽成变多了，消费者下单意愿就会变少。外送工会讲，缅甸外送运费公式，通保障外送员的薪资。针对外界烦恼，可能会因为外送平台成本增加，牵连店头抽成，民众付的平台服务费拢起价。工会表示，缅甸外送费的法条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佫需要把其他费用拢定出公式，互店家调成比率，消费者付出的钱、平台成本等等，拢伫合理范围。记者郭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国内108课纲的重点是要消除学生压力，鼓励多元学习培养素养。不过108课纲实施了后，全台湾文理补习班的数量却颠倒增加960间，这代表社会风气仍然是真注重成绩。今年高中这边考试入学录取率超过99%，不过会考犹原才重要。大学主要入学的个人申请先看学习成绩，因应各高中生拼升学，台北市南洋街周边要是真侪文理补习班。既然是少子化，精英的规划，那是不是我毕其功于一役？看孩子缺什么，我补什么嘛？我觉得这个是家长的心态，也无可厚非。北市补教协会指出，一共这本实施这多年，要是有家长烦恼学校一个版本会无够，到10月11为止，根据教育部统计，新课纲实施了后，全国文理补习班增加960间。现在很多的补习班在做一条龙的做法，甚至现在目前来讲，甚至国中安心化、高中安心化，孩子就一个。所以呢，到补习班除了授课之外，还要跟他好好的照顾，对他的生活起居跟家长的互动，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教育部表示，文理类补习班108年到113年有小可增加，是因为受少子化影响，家长愿意用较侪时间关心囝儿的学业。也若文理类受国小学生的补习班占60%，咁就是小学生也有升学的压力。教育部讲，补习班准则103年修正了后，只分做基业和文理，因文等等直接来做文理类，这部分暂时无分析成果。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沿海南马地有12000公顷，是全台湾上大的。不过，根据农业部研究，为1950年到今，因为开发的关系，台湾西海岸有58%南马地消失啦。中华野种学会表示，这唔但影响稻鸟的生存，对沿海养殖产业嘛造成威胁。生态丰富的南马地，唔但是稻鸟重要的生化地，要吸收二氧化碳，保护海岸功能。但是根据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的调查，台湾西海岸南马地这100多年来，因为人为开发，消失将近58%面积。沿海的填海造陆啊，养殖渔业区或者是农作区，所以说它开始就是泥滩地就被填起来，然后变成农田或者是渔塭。所以它的面积又一路开始下降。1980跟90这段时间的时候，因为我们又开始有提到工业区或者是沿海工业区跟上港、渔港，所以面积又在持续的下降。台湾西海岸南马地面积为1950年代的400多平方公里，到今只剩200多平方公里。目前全台湾南马地面积保留上完整的所在，就伫咧中华汉堡、丰原加落水溪出海口的大城南马地，这毋但是东亚稻鸟正重要的休困站，嘛是沿海养殖业、饲鱼、饲鹅重要的营养分来源。水鸟啊啦吼，就是讲伫咧海边咧活动这种鸟，其实是代表咱人。咱人无可能24点钟去观察讲这身有啥物生物嘛，但是伊伫咧遮活动，就是甲咱讲遮有足侪物件，互因通好食。就是因为有通好食，所以这生物会使转做咱生产的一个产品。就是我记咧讲的，中华的蛤蟆、中华的蚵仔。我嘛希望讲，咱中华海岸因即马袂为着迄国家实际啦，就来要来写这个提案，要来处理。今年应该就会当送出去啊！莫甲破坏，紧的甲保护起来，互大家人来使用伊，因为这边是公共财嘛，大家当来使用。
环保团体表示，南马地是地球的生态系统之一，生产力大、生态丰富，佮有调节水量、净化水质侪功能。即阵也当咧申请国家重要南马地，希望会当透过湿地保育法保护这片台湾上大的南马地生态。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高雄的做工船最近发现大条鱼仔冰岛，初步研判是因为风台甲鱼仔吹落来，钩仔才塌掉咧，活水变死窟仔水，鱼仔毋才会冰岛。目前已经请厂商去甲死鱼仔护起来，嘛请水厂加漏水改善水位。高雄凤山区立志街附近做工船，水面浮真侪死鱼，还共闻到臭味。当地人讲，状况已经连续几啊天，就一下子就变这样了啊！水就臭掉了。本来没有这么臭了，没有味道，是台风天过后就变这样了。好看是不太好看，对啊，就是等清理啊，有可能台风过后，有可能那个清理的人啊也不太好找。民众发现风台过后，真侪鱼仔死去，水质也变好。市府表示，测试已经接到通报，研判是烟花、树花、树叶啊，互强风吹落去，佮塌伫个再生水厂排水口，加上即摆风比雨较大，造成水准水位降低，水中含氧量减少，鱼仔才会死亡。可能是有大量的落叶堵塞到那个曹公郡各槽的那个连通管的水哦，所以让水位异常的低啦。那水位降低之后，就有大量的鱼群暴毙。市府水利局表示，即摆风灾高雄受创严重，委外厂商优先清理重要干道路树倒去，才真需要排队事项，才会较慢处理死鱼仔问题。已经加派人力来顾死鱼仔，初步检视水位已经大大清起来，但到一定的关度就应改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海保拜之发现4只木龟头海翁客刷，其中2只咧送去家人照顾，顺利甲因放转去大海。不过，昨日苗栗又搁发现1只木龟头海翁，落尾是救不回来。海巡斗3天甲木龟头海翁送转去大海，台中就是拿沙埔找被救援成功的2只客刷的木龟头海翁，互送到家人8斗仔的海之星鲸豚救伤站收容。在团队的照顾之下，经过1天休困、车闸透早，团队甲因扛出水池，搬上运送车。过程当中，直直压水，保持湿度，以迄阵送去家人厝东北方的海口，成功压风。快速的可以从这个渔港旁边船直接从这边载运出去，好就不用再舟车劳顿送到某个渔港去。进到海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非常令人感动。那也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个救援团队，还有市府跟海巡弟兄大家一个协助。这个木龟头海翁一开始互认做是幽蛾，经过兽医判定，确定拢是木龟头海翁。专家强调，木龟头海翁的头长个圆，身体是圆尖仔流线型，成年的会当到2.7公尺遐长，分布伫热带、亚热带的开放性海口。台湾花莲台东海口有当地会当看到以群体活动为主。不是看过很多的人，应该没有办法区分这2个物种。再次的确认，比如说头的形状、胸鳍的形状以及牙齿的数量，好让我们确定它就是一个挂头鲸的搁浅。收容木龟头海翁的海之星鲸豚救伤站，会当收容中部以北华东地区的客刷的活体鲸豚海龟。鲸豚协会成员志刚佮官方做伙斗3天，运作5年以来，守护真侪受伤的海洋动物。鲸豚它在岸上的时候，因为它没有浮力。好，它完全是身体是压迫的状况，我们不会让鲸豚离水时间太久，所以如果可以，我们会尽快的运送，减短运送的时间，让它尽快的进入水池。这个救援也是今年度头一届木龟头海翁的收容案件，然后车闸透早通宵海水浴场，也通报1只活体木龟头海翁客刷，虽然在海巡处理之下成功救到，要搁送去鲸豚救伤站，不过这只木龟头海翁因为受伤真重，最后是无法度救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离岛的红头树，让12档举办大船落水的祭典。唔那下真侪游客来观光，嘛互少年原住民有机会参加祭典，发扬达悟的文化。亚米又搁叫做达悟，是海洋民族以培乌甲乒乓球真出名。东清部落因为离运送物资的港湾上远，也保留接近原始的海保，让12年举办大船落水，成功发扬达悟真特别的乒乓球手工造船艺术。这个手工艺已经很少了，很少人会了。我们这一次做10人冰板舟，也是有7位师傅在协助我们，那其他的都是学员，就是由我们部落的青年来做这样子的学习的工作。
大船下水其实不只是大船下水，是蕴含了整个社区的命脉哦。摄影申请的就有400多位，那现场来参与的也有1000多位的人，所以你看到现场是满，你没有看过兰屿有那么多的人。红头树四边拢是海，地理甲天气限制岛上的工作甲经济环境。小夜市正做红头树暗时上闹热的地点，也是东清社区经济来源之一。这个小夜市3分钟就会当洗完。所以东清社区发展协会对这一块，就是能够帮助族人的这一块，可以达到说可以让大家的生活环境可以变好。大海含青天真水，红头树天然的山洞经过大自然的变化，吸引真侪少年人看海到红头树做线工，换住伫这个所在。打工换宿啊，其实它的意义就是你要更深入当地嘛，对，然后透过和族人相处的方式，然后可以探索像秘境啊，或是一些文化，就是你是游客的话，你是没办法体验到这些东西的。除了和当地人做朋友，累积在地人文经验，也唔免加开住旅馆的钱，伫红头树因完成心内的梦想。记者综合报道。酸蚵搭是地球生物多样性上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即阵有英国、法国、德国、墨西哥甲澳洲的研究团队发现，为酸蚵搭内底酸蚵蚶，竟然会当观察到600冬来海水的温度变化。将实验岛顶的白色灯条型的物体提出来摆好整齐，研究人员将物体放伫灯火之下，会当看出物体溜溜啊有一条搁一条的花蛇。由英国、法国、德国、墨西哥甲澳洲等5个国家的地球甲气候科学家所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就是为这寡花蛇中发现酸蚵搭内底竟然记录过去600多年来温度变化。So ou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temperatures in the southwestern Pacific, especially in the Fijian archipelago, were the warmest over the last 653 years. These corals record in their skeleton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seawater, which is related to changes in temperature, how salty it was, how much it rained over the oceans, and we can reconstruct that by certain chemical tracers that we measure in the skeleton. So it's literally a living sensor of chemical changes in the ocean, which we then can translate to physical changes like temperature and rainfall and so on. 研究团队也利用现代机器的数据补充酸蚵蚶记录落来的历史数据，上会当追溯到14世纪。透过分析证明，为19世纪以来，人类活动造成海洋生分地区大规模酸蚵被化死亡。特别是伫太平洋这个特定区域，海水温度经过100年变化了后，平均已经升高0.5度，也是西元2015年以来上高的海水温度。目前，这5个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研究成果，也刊伫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前沿》，详细讲到中间西太平洋非洲群岛653年的海洋温度。这个成果也对确定全球气候模式方面的研究发挥关键作用，证明太平洋部分地区的酸蚵搭生态系统当面临14世纪以来的上大威胁。公司新闻电视动编译。在修理铁记录的时阵，上惊工人8关8家会搬落来，也是讲吸着电胆去电着。日本呢，就有研发一款铁路维修机器人，工人便到现场，透过机器人操作，会当减少事故风险。这台大型的机器人踩伫咧悬架顶头，用机器手接过工作人员提好伊的拼图。这是日本的新创公司人机一体，甲 JR 西日本铁路公司，一个交通护持公司日本信号共同研发专门伫咧修理踩伫咧正关的铁路电缆。高所から落下したり。電線なので感電したりする事故がどうしても起こってしまう。それをロボットで代替することによって重労働から人間の作業者を解放し、落下や感電の労災リスクをゼロにしようと。为了要减少维修工人发生意外，这3间公司共同研发这种大型的机器人，会当远端操作。维修工人戴 VR 虚拟实境目镜，用控制器操作，和机器人刷叮当。工人戴着这种目镜，就让对装伫咧机器人顶头的就是影像监视器，想要看倒一个方向，刷过去就能看甲正清楚。すなわち人が操作して、その感覚が返ってくる、まるで自分の体の延長、分身であるかのように思い通りに操ることのできるロボット。
这台维修机器人9月中伫东京的有名国际展览中心第一面展出，伊的两只手会当甲40公斤重的物件拿到10公尺悬，而且伊的各种操作拢正流利，参观的人正活络。お話を聞いたところによると、なんかリボンを結んだりとかができるそうなので、そういったのはもうとてもすごい技術だと思いました。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能够自动升高降低的，还是非常先进的。希望它将来能应用到更多的领域。研发厂商讲，以后除了铁路维修以外，也希望会当甲机器人应用伫咧土木工程甲道路建设，和机器人发挥更加侪作用。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天气玻璃在最后来关心下晡的温度。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1度，南部地区21度到37度。东部地区22度到28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真，后礼拜一下晡3点，咱再会。